声，逐工拢想要唱予你听。你的人，自从彼天踏入我头壳，我的心肝才知影，遐尼多人甘愿跋落爱情的梦，为你拼，为你牵挂，从今以后，将你的歌予我听惜，将我的歌予你发动，是咱的歌不惊有阻挡，也做阵坚定行每一步。有你的路，予我看顾；有我的路，予你笑容。从今以后，同款的脚步，行向无终点的约束，咱的幸福。将你的歌予我听惜，将我的歌予你发动，是咱的歌不惊有阻挡，也做阵坚定行每一步。有你的路，予我看顾；有我的路，予你笑容。从今以后，同款的脚步，行向无终点的约束，咱的幸福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5月初发行的最新专辑，哎，感谢。现在因为在我们很多游戏节目闯关的时候，他都是拼尽全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，就是要靠这个嘛。靠拼呐，真的啦哈。然后我也想问一下，听说你还要去参加那个自行车的一个车队啊？去年那时候刚好在拍8点档，然后就是我们剧组里面其他的演员，就是他们都有在骑脚踏车啊，然后就他们看我平常都有在运动嘛，就说钟勇你要不要一起来骑车？对，然后我就说，我没骑过哎，而且我自己没有车。是，然后他说没关系，你先骑 U bike。对，结果他就带我去那个至善路那边，一开始说要骑至善路什么369那个，就是比较简单的。哦，我说好啊，就去骑看看。对啊，万一他不喜欢又买了车就很浪费啊。对，然后一骑出去，他们就说，哎，都已经骑到这边了，不然我们骑丰贵嘴好了。有在骑自行车的就知道，说丰贵嘴对一般人来讲是很硬的。你形容一下嘛，让观众朋友清楚。他就是很陡，一直爬坡，一直爬坡，从头爬坡到尾。然后我开始骑呢，我就发现那个对面下来的人呐，一直给我比赞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国中也有赞哦，嘿，不是，因为我想说不可能这样还认得出我吧？然后大家都把我当偶像哎，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差不多骑到1/2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给我比赞了。对，因为我骑到一半，我命就快没了。我那个沿路差不多应该至少有3次到5次是躺在地上的。这个故事让他有创作有灵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平常除了都会约骑之外，我们还会可能有一些联赛会去参与，会场一大堆人，他们都会放音乐，然后都是很热血的音乐，我就觉得说，哎。如果我们来骑车，然后放的音乐是我自己的歌，然后又是很热血的，感觉很酷。然后我这张新专辑，我就特别去邀了一首就是自行车的歌，叫《冷链笑脸兄》。哎呀，然后也确实就是我的经纪人也有帮我接到10月份有一个。就是台中那边时代骑轮节的，就是我要去当领骑，然后骑102公里之后，然后再唱这首歌这样子。是呢，我非常恭喜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钟勇的分享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